什么人？哦，我是北千岁新北的亲随，名叫小武。北千岁皇旨来贵府，祭典顺一个杨家将，特命小武来后房探望你的伤势。多谢北千岁关心，请你回答北千岁，因为小的上文已经拢总传入了。那安尼我就放心咯。那安尼阮北千岁就放心咯。陆将军，北千岁是特命我来后房，甲你探上文，最重要的是要试探你的心意。我的心意，陆将军。为了有家好大金，你该把你还婚姻，千岁表妹要地贫，有意甲你别相亲。这有天干叫把贤君，怎奈煞成交家门，不受逼迫难销魂，只好孤比铁棍。虽然家中做几遍，敢讲你幸福结姻缘。千岁对你恩惠浅，多如有家的有缘。你若答应会成婚，千岁就去求海君。你若负因不离婚，阮千岁只好会强阮。小武啊，一事在心口难讲，并非言巧显恶，莫亏风乱成一动，早有一中美风中。我以为是对人对啊。是倒一家的姑娘。陆将军，你应该坦白甲我讲，我嘛才通好倒去甲阮千岁回答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无想要隐瞒你。伊是曹王爷之妹，郡主查玉松。实在可惜，阮北千岁辛辛苦苦为恁娘家伫咧奔走，伊是毋想要替恁洗刷冤情，到最后嘛，会想要甲恁攀一门亲事，想袂到，你连一点仔面子都拢无互伊。安尼好啦，就算讲阮千岁白为苦心就是嘛，过时。小武，好啊，你毋着紧来食，趁烧啊。对袂？你甲阿娘讲，讲燕鹅糜我已经食甲足鲜。阿哥，安尼也是为了你的身体呢。哎呀，我的上运已经好啊，精神也去复原啊。焦离呀，父亲，娘，
千岁苍爷，请坐。燕娇，阮是要来甲你讲，你的终身大事已经决定啊，是本王做的媒人。啊，母亲，你已经答应啊？我已经答应了，我决定要先互恁大成定亲。啊，这燕娇，以后咱就是同一家人咯。啊，千岁，你咧讲的是倒一家的姑娘？拄则人毋是已经讲要甲恁变成一家人啊？啊，你还阁袂明白啊？是查王爷的小妹。啊，是查君主哦。那就奇怪了，小妇是安怎啊？会讲北千岁是要来为因表小妹来说亲呢？表妹，哎呀，娇丽，你即马是伫咧讲啥物啦？是小妇甲我讲的，北千岁是为表妹来说媒的啊。哦，小五，谁是小五啊？北千岁新北的亲随啊。哦，查君主是本王的王妹，还甲表妹嘛是差不多，拢同款啦。娇，你也毋通见怪，若是小五，就是玉霜去打扮的。爽。小啊，什么代志？这位已经煞，啊，千岁要倒转去南清宫啊呢。哦，啊，那安尼，我就赶紧来去追随北千岁。多谢你甲我讲。等呢，杨九妹的本领安怎？你大概捌听过哈？当然知影，将文好礼，本领出众，在下久仰。既然知影我有好本领，那呢，你就乖乖答应我两个条件。要若无，你免想要行出这个后悔。无咯，万只是咧，邱姑娘，你毋好搁再动骹动手，我也是一个袂晓武功的人啊。莫动手哦。好啦，会用的。要毋过两个条件你都爱答应。好啦，啊无你讲看卖咧。第一条件听清楚，为你叫声好小姑。第二条件听认错，拜见夫君已婆婆。千岁为媒听婚意，家庙答应成定亲，由内乡里来啊报喜。君主已是阮杨家人，阮言欢喜知影心兴，暗暗感激八王英。只是不该多言语，写到玉霜伴南离。欺骗九妹，该也好做。了下玉霜只一回，
对酒莫再提。你叫了哦？好啦，会用的。第一个条件我了解你，也毋过我袂用逐项拢了你啊，所以你一定爱对我来去见阮阿哥，到那尔，行。无咯，舅妹啊，我这身躯的打扮，我哪好意思去见因啦？你毋是讲你有见过阮阿哥啊？无咯，拄则迄无共款啦。即摆我的身份已经互人揭穿，而且我又搁订婚，我要哪会好意思去见伊？